公元2000論壇基金會是來公布今年民主合作論壇的內容，這重點是放在民主論性、AI 假消息，也個維權擴張等等的議題。預計明仔載是會佇台北來舉辦，這場嘛是頭一屆選來到亞洲舉辦的。咱外交部是希望講透過這論壇，會當強化台灣甲歐洲的中小型的民主國家的合作，通好來貢獻全球。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 essential. 這是前總統蔡英文在2024年到捷克出席公元2000論壇演說，拜自公元2000論壇基金會公布2016年民主合作論壇的內容，嘛頭一擺甲論壇為歐洲選到亞洲，5月27日在台北舉辦。會選擇在台北，是因為國際局勢變化，甲區域安全升溫，嘛希望深化咱台灣甲歐洲民主的合作。But overall, we can see a great, let's say, redesign,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, affecting, for example, Europe an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ion. So, for all those reasons, it's I think very topical and very timely to do a conference on these issues here in Taipei. 咱外交部表示，面對國際局勢的變化，中小型民主國家應該加強合作，共同面對威權的挑戰。咱台灣正做中小型民主國家之一，在科技甲經濟表現出色。不過同時嘛，因為在台灣政治的熱點、安全問題，唔但影響到台灣，嘛牽連到國際局勢。這樣的活動到台灣來，也更加的彰顯，不只是台灣，也包括歐洲的中小型國家，也能夠互相尤其是民主國家能夠互相的團結，這個對於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。公元2000論壇基金會是1996年捷克前總統夏維尼創立，是全球重要的民主對話平台。長期在布拉格舉辦年度的論壇，主辦單位講，這擺論壇主要的討論民主韌性、AI 假信息、甲威權擴張等等的議題，希望深化民主的發展。記者郭金勇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